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王宇仙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宇仙。今天我们要做回锅肉。那个我都还没讲，他就已经先爆料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回锅肉啊，小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家常吃这个？因为我们那种乡下就是都会拜拜嘛。初一十五就会拜拜，对啊，拜拜的话就是那个肉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这个拜拜那个肉哈，好像都不能什么用炒的啦，有调味的。结果呢，这种肉都没有人要吃，对不对？我爸爸就会把它变成今天的回锅肉。回锅肉，我先烫过哦。那我们在选这个回锅肉啊，你要烫的时候，顺便问一下宇仙啊，水煮开了，我们就可以下去。一定要煮开，哎，要不要放什么盐巴那些都不用？不用，因为肉是新鲜的，就不用放。哦，那。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提醒，我做回锅肉的话，我去买肉要买哪一部分？你觉得做起来那个肉最好是那种3层的会比较好。3斩啦。嘿。哦，因为这个比较薄哎。因为它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快熟，比较好做。炒的时候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切豆干。对，回锅肉当然一定要有豆干哈，但是那个豆干哈，切的时候啊，大家一定要对角切。是不一样的切法哦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对角这样切就好了。就是切斜片嘛，哈。嘿。但是它是对角切。非常简单。好，所以回锅肉呢，我们用了这个豆干哈。豆干、高丽菜，因为我喜欢用拔的它吃起来比较脆，比较有那个口感。确实是这样子啊，观众朋友可能不相信哈，高丽菜用切的哈，跟用扒的哈，真的炒出来口感是不一样哦。我自己的体悟是觉得说，用刀子，我们这个刀子这个钢哦，它跟它接触面上面，就感觉，我觉得有的地方没有那么脆甜呢。用刀子切比较快啊哈。是比较快，可是你用剥的比较有那种。我觉得比较甜，菜也比较甜，脆度跟那种感觉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蒜苗，蒜苗哈。好，我们宇仙的刀工呢，它是先把蒜，像我都是拿来切斜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把它这个白的部分呢，先剖成横切，然后呢，再稍微压一下，再斜切。对呀。这样子的话。其实这种切法，我们的蒜苗炒的时间短，然后味道又会很香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应该是可以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五花肉是很薄的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切肉了，也带皮的。好，斜切。那我们现在来炒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外面有些是餐厅都是用稍微过一下油了，当然才会香嘛。对啊，豆干一定要炒到煸到有点香味。家庭在炒，我是认为说直接用煸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多油。所以会先煸豆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起煸。你一起煸啊？靠它的油吗？就是要猪油的味道煸出来，才会香。好，我们把猪肉的这个先拿下去煸哈。其实回锅肉哈，不油也不好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把它煸出那个香气。油的香气啊，猪油的香气要先煸出来。所以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煸到那个肥油的部分有点焦呢？对，稍微有一点黄黄的，金黄的，所以比较漂亮，比较好看。都还没有黄，你就把它放进去了。它油出来就可以了，但是我豆干也是要煸到黄。我们现在可以放一点辣椒。颜色变得很漂亮了。对，然后辣椒的味道因为香气就会出来。然后我们先菜给它下去哈。然后回锅肉最重要就是我们那个甜面酱啊，对，最重要的是甜面酱。
下去了，然后跟那个豆瓣酱。豆瓣酱。我们带一点点少许的一点糖哈。酱油一定要呛一下哈，才会香。我们可以放一点水。哎，可是你的蒜苗为什么都不下去啊？蒜苗最后下，它要保持它青绿。因为我们先放它，它炒起来会怕会黄，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子才够味儿。我爸偶尔还会放芹菜，如果我们家那个有芹菜的话哈，也碰一了黑芹菜梗啊。芹菜梗，那个好像是小炒吧？他就都把它加进去啊，反正田里面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就多吃纤维。哎呦，好下饭哦这一锅。那我们这样就完成。好，有的人也会勾一点芡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哈。现在健康都没有在勾芡。好。起锅的时候带一点胡椒粉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就回锅肉要起锅喽。好，这个是呢，雨先带来第一道的这个回锅肉。回锅肉，对。